感谢主，见伊啊手术真顺遂，对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伫伊的厅堂内底，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礼拜的教会。咱伫主的厅堂内底所经过的日子，拢是恩典。我昨下收到一个阮古早伫新人院的牧师娘。伊伫个所在呢，讲请爱为着因小弟祈祷，或者黄聚财、巨财啦吼，足济巨大的巨，巨大的巨，巨财兄弟。咱来讲吼，伊年初的时阵吼，因大兄过身去，即马才年中，因小弟呢，即马住伫家务病房，还佫一个80几岁的母亲，所以。感觉伊的人生真孤单啦吼，就是家人一个一个这样子离开吼，所以咱会通活到这个年岁，拢是一个真大的恩典哦。所以特别咱会通看见上帝伫咱的身上，抑阁存留咱的活命。圣经应允咱对上帝听来领受，咱也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咱当然。期待咱的亲人会当伫地面上甲咱陪伴，总是咱也确实知影有一日咱会告别这个世界。总是无论安怎样啊，圣经应允咱这样代志，将着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活命、得救的活命，会通真侪正人的祝福。不但是甲天父上帝和好，也甲咱身边的人三甲和好，咱会通有这个活命存留，毋是都无这个地面上的。咱是知影，经通过咱伫地面上的服侍上帝、疼惜正人，安尼咱有一个永远的活命。所以咱为着上帝所赏赐咱的活命来感谢，也感谢咱今仔日会通搁在伫这个时刻内底同齐做伙礼拜，同齐做伙敬拜上帝。咱也感谢主咱会当服侍咱的母亲，感谢主会当服侍咱的亲人，感谢主。咱伫这个地面上的时阵，地面上就因为咱是光，会当照明咱的人的黑暗；因为咱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这个地面上有你这个世界内底会当因为你，互这个世界变做更较水、更较美好。咱三个做伙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。我要感谢你所赏赐阮一切丰盛的主爱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赏赐阮今仔日的天气是较凉爽的，主互阮会通特别伫你的恩典内底当这个礼拜的日子，阮三甲做伙伫圣殿中来礼拜，主，我要感谢，互阮兄弟姊妹彼此相听，互相照顾，主，这实在是你极大的怜悯。为你赏赐伫阮身上所成就的美好，阮感谢主。耶和华，你无照人会歹款待人，乃是用你极大的恩典赐阮伫遐超找你的人。主，细囝伫即时搁再一届毋着负债兄弟来祈祷。主，你亲自赐阮保守照顾。主虽然我的名字伊讲有一款的意思，但是主你甲阮讲。阮确实伫这个世代内底，我靠主对主你来行，主互我甲你三甲同行，互我靠主得到胜利。是主你伫阮的身上成就的美好，是主你的恩典保守看顾阮。阮为着阮今仔日伫主的殿中，三甲做伙敬拜来感谢主感谢你医治我所有一切的疾病，灵魂的、身体的。所有一切疾病，拢要伫主的内面来得到除掉。主你的健康，你的勇壮伫阮的身上，互阮会通甲主你三甲同行。感谢主，你亲自赐阮伫你的百姓当中，互阮今日伫主你殿中三甲做伙自执敬拜。主也将着你属天的恩典，搁再一届赏赐落来。主阮伫这所在得享属上帝的家庭，迄款的和乐甲疼痛，也除去阮心中一切的猜疑，赦免阮拢总的罪过，搁再一届因着基督的保护，清起阮，互阮会通伫主的殿中，含兄弟姊妹有圣洁
有纯洁的交陪。伫主的内面，感谢你所享受阮一切的美好，将荣光颂赞归予你，也恳求主你继续引带今仔日的礼拜。主啊，阮真正愿意伫这个圣殿内底，和这个圣殿诚侪敬拜上帝的所在，是因为阮对心内底用诗歌、用奉献、用听道、用彼此交陪。同齐伫主的面前做主你所欢喜的代志，安尼，互这个教会成做一个真真正正属上帝的家庭。愿感谢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的时间来请建基兄来报告。我就甲你讲，伊手术足顺势啊！你咧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哦，这其实是开这刀，差不多1点半钟、2点钟。感谢主，文进兄咧带咱一个陈春成医师来遮，甲咱讲，啊，互我知影着一套新的技术，这叫做软骨的正软骨啊。甲你家己的迄个软骨去甲正带你破损的所在啦，啊开了真顺遂，但是即马着，因为这发现讲还佫有一个歹放疗，啊歹放疗就是尾后甲发现讲射护线到5公分遐大啦，差不多一粒棒球遐大粒啊，啊所以着爱导尿，导尿后即马安排要来甲射护线摕掉，哦。啊！我先啊，今仔来就想，啊，我住遐远，啊，互恁大家去甲我看，足无方便。规气我来互恁探访，爬探环，吼，安尼咪较方便嘛，吼。啊，感谢啦，啊，感谢牧师的体贴，安尼好，佮互我住下骹遮安尼，免佮爬去哩。好，啊嘛感谢即个少伟讲帮我甲特殊啦使去较好。毋知影讲伊佫会晓使特殊啦，因为阮咧都毋知影有个人根本都毋知影要使，是所以吼，这真正吼，上帝拢会甲教，毋免烦恼，吼。啊，若毋捌的代志，拢甲交托上帝，伊拢甲你教，吼。好，感谢主。来，我来做消息报告。啊，今仔日主日崇拜后，伫教会1楼要召开临时的修宪会议，啊，8月7日。下礼拜日，咱下晡1点伫教会3楼，啊，还佫有即个8月份的执事会甲修宪会议，啊，请各位执事甲修宪小组同工劳部来参加。啊，第3嘛第2，啊，今仔日下晡1点半，全国的祈祷网络林捌以色列的系列。伫教会1楼，要来看一个电影，叫做《多朗将军的回忆录》，请有报名的兄弟姊妹啊，注意这个时间来出席。第3，7月28到7月31，啊，拜2到拜5，圣教会全国青年伫即个嘉南药理大学要来举行。啊，请兄姐做伙来为这个青年事工守望祈祷。第4，7月30日礼拜5暗时7点半，咱的城市祭坛伫这个救主堂来举行，敬请兄姐有留这个时间来参加，啊，做伙来为国家城市啊祈祷守望。第5，8月7日。礼拜6，小西门里的社区关怀据点的志工，要伫早起时9点半参加社区的祭坛。啊，10点半志工会议，12点里长要慰劳志工的辛苦，要请志工劳部参加一个餐会。第6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小倩。
姊妹，小金陈小金姊妹，查某囝吴恩云姊妹，甲即个桂子谦兄弟，将伫即个10月初10，拜六下晡2点半，举行订婚的感恩礼拜。地点是伫台南的浸信会，就是府政路1段235号。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观礼，祝福新人。然后要参加的，请伫即个上完爱上完填表单，去招待道报名，嘛是会使。第7，本会甲东门圣教会将伫10月18。礼拜日做伙来举办中艺大龙门联合的运动会。当日有2间教会会做伙来联合主日礼拜。请兄姐有留时间做伙来参加，并且送完填这个表单，也是去招待道来报名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？若无，请敬派团。好，谢谢。可能的。这个我很，也不可以来，亲爱的，大家平安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感谢主，咱做敬拜伊。感谢主，咱做伙敬拜伊。爱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拢爱耶和华歌唱，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，来敬拜，来学乐，哈利路亚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乐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，伊答伫咱学乐尊重。咱同齐野手敬拜伊之权之大，咱将阳光归予伊。天主圣殿，咱献上感恩的祭，大听大声学乐敬拜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乐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，伊答伫咱学乐尊崇。咱同齐野手敬拜伊之权之大，咱将阳光归予伊。天主圣殿，咱献上感恩的祭，大琴大声学乐敬拜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，因为伊答伫咱开声学乐。要对咱的主上帝唱新歌，伊答伫咱学乐尊崇。咱同齐野手敬拜伊之权之大，咱将阳光归予伊。天主圣殿，咱献上感恩的祭，大听大声学乐敬拜。咱同齐野手敬拜伊之权之大，咱将阳光归予伊。天主圣殿，咱献上感恩的祭，大听大声学乐敬拜。咱同齐野手敬拜伊之权之大，咱将阳光归予伊。天主圣殿，咱献上感恩的祭，大听大声学乐敬拜。大听大声学乐敬拜，大听大声学乐敬拜。请坐。
咱俄勒伫主的殿中，因为伊是听的主，天父上帝要甲咱三角同行，因为伊要用慈悲的圣手引带咱的脚步。人生就是一首歌，咱伫主的面前用信心所吟唱的诗歌，因为伊牵咱行过艰难，因为伊予咱有欢喜，予咱有得胜。阮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圣手引带我。阮求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予我完全。无论我我坐也摇困，你的听时刻甲我同在。感谢你用这款大镜头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。阮的歌，一路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当温柔，我心无路无所。阮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圣手引带我。阮求主掌管我生命，予我平安，予我完全。无论我行我坐也摇困，你的听时刻甲我同在。感谢你用这款大镜头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。让阮的歌，一路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共温柔，我心无路无所。我踮厝的内面拢无行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。我心靠是主是永远我，予人望，予人仰踪。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，我要传扬你稳定听堂，予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。含阮的歌，一路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共温柔，我心无路无所。我踮厝的内面拢无行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。我心靠是主是永远我，
互人望，互人仰从。我要尽心尽意服侍你，我要靠古你一生存命，我要传扬你稳定听堂，互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甘阮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阮享，我心无落无所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甘阮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阮享，我心无落无所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甘阮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阮享，我心无落无所。咱这是同齐来祈祷，亲像诗歌所讲的，主用伊慈悲的圣手引带咱，咱也确信主是永远活，互人仰望，互人勇行。所以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献上祈祷。圣经讲，应当一无跨路，只要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甲感谢，将你所需要的甲主讲。主要听你的祈祷，要伫基督的内面，赏赐予你超过你所想的平安，所要得到的。因为主是永活的上帝，咱将着咱的跨路、病痛、忧伤、艰难，心中的期待、仰望，拢恳求主亲自来引带、来启示，予咱知怎样伫伊内面得到安息。得到胜利，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甲阮同在，保守引带阮的日子，予阮伫主你的内面，会当甲你相同行。主啊，来保守，赐阮伫阮的心上，予阮伫主的内面，甲主你同行。你是永活的主上帝，主阮伫殿堂内底，将你的话来传扬，也要照着主你家己所赏赐的，予阮活命伫你的内面，甲主你同行同分享。主啊，予阮兄弟姊妹伫你的内面是有心彼此相听，真心确实的彼此相听。主啊，阮将上赞归于你，你是阮的主，你照顾阮，阮心中的仰望你是知影，你要继续引带阮，互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互阮伫主的内面真正得到迄个活命的胜利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，互教会诚侪迄个甲主你相同行得胜的教会，将荣光归于你。靠主耶稣圣名。因天有也来到，盼有一更是好。因天关天行天路，真正无体好。因天靠我主耶稣，伊要经基督。天有也来到，当作无天下三角起立来吟，因天有也来。
蒙平安，因今后我主耶稣，因每天先地道，因今叫也来到，让作梦平安，因今叫我也来临，快快请求灵魂，你那我宣扬好灵，这因未忘恩，快快陪有救主，稳定大风雨，因天叫也来临，当作着惊喜，因天叫也快来，为主进大明福塞，一定有光明等待，是为你安排。倘有梦在眼，先灵魂属高强，因天叫也快来，当作真先爱。搁再一届，咱来祈祷，感谢上帝救赎咱，成做上帝国的百姓。咱也负有这个神圣的使命，咱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祈祷。你的心中想一个人，为这个人来祈祷，伊也未信主，伊是你的亲情，也是你的朋友，也是你的同事，为着伊提名来祈祷，互咱真正会当成做一个殷勤为主报传福音、为主做工上帝国的百姓。开声来祈祷，请圣在、圣在、圣在，至圣的主上帝。你予阮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。主，愿仰望你，继续赐恩伫阮当中。主啊，愿奉你的名来祈祷，为着亲爱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，为着陈振雄来祈祷，为着陈振芬伫主的面前来祈祷。主，你亲自看顾这个家庭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恳求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引带，你照顾。主啊，你会当感动人的心，救恩活命是出自你。所以，阮恳求的时阵，上帝，你也要垂听阮的恳求，为愿你伫阮身上成就你美好的恩典，继续照顾引带。主啊，互阮全家信主，互阮全家侍奉耶和华。互阮成做上帝国的百姓，报传救恩真理的工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天天有也来到，盼有日更是好。天天我天涯去路，真正无。因今后我主耶稣，因每心情基督，因今叫也来到，当作无天下，因今叫也来临，快快请求灵魂。那么宣扬福音，这因为忘恩，快快陪有救主，稳定的大风雨，因天叫也来临，当作着惊喜，因天叫也。为主进大明福山，必定有光明灯。
是为你安排，唔通有路无再用，千万出高家境，天天要呀快乐，帮助真心爱。阿门。希望上帝感谢你的听痛，互阮成做上帝国的百姓。主将着迄个传福音的恩膏、恩赐加添伫阮的心上，借着圣灵所赏赐，互阮的权柄，就是迄个传福音的权柄。主，你讲你已经借着圣灵赏赐互阮，所以阮向你恳求祈祷，帮助阮。伫这个地面上架脚的日子，用生活做见证，用服侍做见证，用阮的分享做见证，用阮的言语做见证，通将着人的脚步对黑暗的所在，带入来伫主你的光明内面，互阮的脚步会当行伫上帝国平安的道路。互安乐圣教会诚做一个报传福音、发出救恩之声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因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静养，为家己的名，因带我行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管、你的竿拢安慰我。伫我对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互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，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即是来读课英文，我来读课，请兄弟来读英。咱用交头的方式来颂赞上帝。恁着爱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本为善。耶主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讲。耶主爱永远长存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的确无惊吓。人会当甲我怎样呢？投靠耶和华较赢我来人。投靠耶和华强势较赢王子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。伊也接了我的请求。第二人的帐棚内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拯救是顶大名。恁爱称谢耶和华，因伊本为善，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咱请掀开旧报第4面。旧报第4面，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低声来上读，请。耶和华上帝讲：迄个人已经甲咱三亲像，会知影善恶。即马恐惊伊伸手又搁挽生命树的果子食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上帝就催发伊出爱殿园去，更正伊所做出的图，对安尼甲伊赶出去了。又搁伫爱殿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甲4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当人伫世上坐起来，各生儿女后生时阵，上帝囝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
就随伊竞选带来做某。耶和华讲：人既然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面。纵是伊的日子，阁会当到120年。因咱也软弱的时阵，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死亦皆是有敢做的。独独基督伫咱抑阁做罪人的时阵，为咱来死。上帝的疼就伫遮咱显明了。即马咱既然靠着伊的血称义，就更加要借着伊免去上帝的愤怒，因为咱做受得的时阵，抑阁借着上帝的囝来死，得甲上帝和好。既然已经和好，就搁较要因伊的生得救了。毋若安尼，咱既然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甲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伊掠上帝做欢喜。只是爱弃绝迄个世俗的言语，甲老有荒谬的话，伫敬虔上操练家己，操练身体益处也少，唯独敬虔凡事拢有益处，因有今生甲来生的应允。这个话是通信的，是10分通佩服的。咱劳苦努力，才是为安尼。因咱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，伊是万人的救主，更加是信徒的救主。阿免。咱搁再一解额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即时要用听道，要用传讲来敬拜上帝。圣灵，阮恳求亲自教示传讲人的喙齿，赐阮伫聆听的人，互阮传讲甲聆听的同齐受圣灵的教示。主，你亲自引带赐阮下面的时间，互阮这段的时间伫主的内面蒙业立，得启示，得活命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。伫上帝赐福的日子内底，咱受救赎，成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。圣经内底上少讲甲10项，咱和上帝的关系，有爸仔囝的关系，有国王甲伊的百姓的关系，有即个奴仆甲主人的关系。咱今仔日要讲到救赎主甲受救赎的人即款活命的关系。所以伫即当中呢，咱要三甲做伙来看。人原本是和上帝三甲做伙，总是伫受赶出，伫伊犯罪。人的犯罪，毋是讲伊袂当做啥物代志。上帝创造咱，伊其实爱咱过一个安息的生活。总是呢，咱家己选择，咱家己要拍算咱家己的生活。这毋是毋好，总是呢，迄个拍算内底是爱选择好，了后咱才有法度来一直行伫好的内底。但是咱定定圣经内底咧讲，当人伫迄个所在挽迄个果子的时阵，挽善恶树的果子的时阵，迄个重点毋是迄个果子，迄个重点是我家己要亲像神共款。我讲这对，就是对；我讲这毋对，就是毋对。所以，但是咱毋是即款的，因为咱受造之物，咱伫即当中，若是伫即款，咱和上帝一个上界大的无共款的所在是，上帝有能力伫活伫善良善的内面，上帝有能力管理家己，但是咱无能力。所以，上帝为咱做计划、做拍算，就亲像咱是父母所生的囡仔，咱的父母伊的出发的疼心是对咱好，但是有的时阵父母嘛会生出私心，总是上帝未生出私心。上帝疼惜，上帝创造，上帝照顾，上帝引带，但是咱人有能力选择
但是咱无能力一直选择好的迄个物件。所以人想讲，我要甲上帝同款，这就是亲像今仔日咱所做的即个 AI 人工智慧是咱家己做出来，但是即摆 AI 愈来愈亲像人，这一点无真好势。特别呢，你会听过几届呢？这个人工智能，咱有时甲伊关机的时阵，即摆伫迄阵仔的时阵美国甲英国拢发现这个问题。迄个人工智能虽然咱人已经甲迄开关甲伊关起来，但是人工智能会驶过后壁，无直接对电脑开关迄个所在甲伊关起来，伊驶对另外一条回路。表面上你关起来啊，但是实际上伊还搁咧运作。亲爱的同工，你知影这是啥物意思无？这就是电脑已经学会晓甲咱共款安怎讲白贼。所以咱人会晓讲白贼，人电脑嘛安怎会晓讲白贼。有一天的时阵伊若甲你讲白贼，看要安怎？这就是咱。咱定定甲上帝嘛是讲白贼。上帝是至善良好，但是咱甲上帝讲白贼。所以伫当中，人犯罪毋是讲伊做歹代志。圣经内底咧讲犯罪是讲伊无搁再掠上帝做唯一的良善的源头。咱家己定着是非，这点是上界大的犯罪。所以求上帝怜悯帮助咱。了后，上帝伫当中讲，毋准因搁食活命树的果子。原因是因为咱若是食迄个活命树的果子，圣经讲啥？伊就会永远活着。一个人伊若是食迄个活命树的果子，伊永远活着，但是伫伊内面无良善，安尼即个人会成做万恶的罪魁。即马有人因换心、换肝、换腱。逐项拢总换了，到尾的时阵，敢若剩迄个头脑是伊的，但是头脑安怎嘛会老化呢？会失智呢？会痴呆呢？安尼，请问爱甲有一天佫甲伊的头脑换掉？安尼，请问这个人到底是原来的人，还是另外一个人？骹是建基遐关的，肝是迄个瑞泽关的。腰子是啥物人管的？到底我这个人是算啥物人？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一个人，伊若是内面充满了恶，那么伊若是一直活着，伊拢总袂死，安尼这个人会成做万恶的罪魁。所以，上帝伸手，互人莫去挽迄个活命树的果子。是为着全部世间的人世世代代的祝福甲稳定。了，上帝伫这当中来讲，伊伫迄个所在就备受照顾，伊伫当中伫遐呢，上帝亲自成就。了，到伫创世纪的时阵，你通看见，当人伫世间搁再加起来、坐起来的时阵，了生后生查某囝，伫这生后生查某囝的时阵，上帝囝看到人的女子的美貌，就随着意思来竞选出来做某。这当中，咱的时代呐，一直共款这款情景，就是咱已经开始离开上帝的良善。咱即摆看的时阵，看上帝，无搁再掠上帝的良善做美好。即摆人的活命内底。较济时阵，毋是欣赏伊内在的水，即马较流行的，或者白富美、高富帅，所以就是查甫爱生了悬缘投，了爱阁有钱。查某囡仔嘛是共款，爱生得白，爱要生个落骹，阁爱真水。所以伫即款的情景内底，咱渐渐就失去。内面的品格，了伫生活内底，咱开始追求
咱所意爱的物件。总是你甲看伫创世纪6章1到30讲，即当中呢，上介大的一个问题。第6章的第20讲，上帝囝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，就随意竞选娶来做某。这个意思是啥呢？原本伊是上帝囝，就是遵守上帝话语的人，但是伊看见女子的美貌，就随意的意思就是对着世界的方式，了后无搁再将上帝话放伫伊活命内底的准则。所以伫这当中，伊就怎样随意凊彩。迄个凊随意上介重要，毋是凊彩，随意上介重要的是上帝话已经无搁再成做我绝对的标准啊！我有一个新的标准，迄个标准是我家己定定的。所以来到伫新约圣经的时阵，耶稣基督讲，伫末后的日子内面，人又搁嫁又搁娶。即句话意思，毋是讲人会嫁会娶。即句话意思是讲，迄时阵有真侪人，因会娶几落摆，会嫁几落摆。毋是因为伊的配偶，毋是因为先生过身，也是伊的丈夫过身，是一个人，伊就感觉这无效，我就规个拢换过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即款随意的竞选，就是伫当中你看第20节讲，伊原本是遵守上帝话语的人，但是伫世间渐渐受到影响。伊就甲即个世界的人同款的想法，所以伫即个世代内底，咱看见罪恶毋是一时马上生炭出来，伊是通过时间的累积，一项一项走出来。了，这当中上帝就做了一个判断，讲人既然属乎血气。我的灵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面，请注意一项代志：圣经毋是讲上帝的灵无甲咱做伙，圣经伫这当中是甲咱提醒一项代志：上帝伫咱的活命内底，总是伊的灵无搁再定甲咱做伙。咱虽然甲上帝界成真亲像。咱也会看到这个世代内底讲，甲家己活做亲像一道光，安尼咱就会当照亮别人。但是一个困境是啥物货呢？迄个困境就是讲，咱怎样才有法度活出一道光呢？才有法度活出亲像光同款来呢？几年前的时阵，这位或者杨飞利。伊写的一本册叫做《恩典多奇异》。《恩典多奇异》这本册内底，销售的数额是超过1500万本。1500万，毋是1500本哦，是1500万本。了，杨飞利呢，伊伫当中。来承认讲，伊有8年的婚外情。伊伫这当中讲一句话，讲除了恩典以外，我啥物话都拢无通挖去了。了，伊讲这样代志，伊宣布退出伊的写作、演讲，甲所有社交媒体。伊是曾经校园生活的编辑，伊是今日基督教特别的编辑，特约的编辑。了，伊伫这当中，家己出来承认，伊互上帝的名受见效。伊伫迄个所在，着证人讲，我的行为彻底违背了婚姻的信念，以及信仰，甲我所有的著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迄当中，伊极其艰苦，
伊做了一个极大的决定，伊伫当中离开伊过去伫遐有影响力的所在。伊敢毋知影，伊爱活出亲像一道光，伊才有法度去照光别人吗？伊敢会毋知影吗？伊知，伊总是咱伫即所在，伫遐呢来责备伊的时阵，阮有一届伫一个会议内底，迄个会议内底提出一个问题。你是无机会通去犯罪，也是你有机会，你嘛袂去犯罪？这是两个真无共款，又阁是真重要的题目。我是无机会犯罪，也是我有机会的时阵，我嘛袂犯罪。哥林多前书前书第10章12节，咱同齐做伙来读请。所以家己掠做徛得稳的，就爱需要谨慎，免得绊倒。保罗真了解咱的心情。有的时阵，古早人讲，你当咱安尼共记的时阵，咱有发现安怎？两支手指头啊记别人，但是三支手指头啊记谁？记我家己。所以你其实是咧记谁？记我。所以求主赦免、求主怜悯这个代志，咱毋是毋知影，总是咱无能为力。以赛亚书1章9节，甲咱讲，咱今仔日还阁会当活着，毋是咱熬。咱同齐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若毋是万军的耶和华，甲咱聊聊啊有证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、俄摩列的款式了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活到今仔日，咱还阁会当伫上帝殿中，咱的确就爱生出更较侪的怜悯，也就爱更较彼此互相鼓励扶持。求上帝怜悯帮助咱，咱爱确实知影，实在是上帝恩典保守怜悯了咱，咱无比别人较高，咱会当伫今仔日还阁活得平安好势，是出自上帝更较侪恩典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咱活到今仔日是出自上帝特别的恩典，甲伊讲来。所以的确就爱彼此相听相体贴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既然是安尼，咱是属乎血气，那么上帝就无定定甲咱同在。请注意，这段的经文毋是讲上帝无爱甲咱同在。毋是上帝无爱甲咱同在，是上帝伫迄个时阵袂当甲咱同在。什么时阵，咱若无甲主同行，上帝就无法度同在。这个谱架伫遮，那么我沿路行，我沿路离开，沿路行，沿路离开。安尼，我讲，迄个谱架离开我，迄个谱架哪会离开我遐远咧？即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，是我离开迄个家啊，毋是迄个家啊离开我。上帝的标准拢伫遮，上帝的应允拢伫遮，上帝的疼痛拢伫遮。但是我家己离开的时阵，我讲上帝拢无帮助阮。这叫做啥？冤枉上帝，枉屈上帝。所以属灵的能力是来自咱甲上帝三甲同行。我有一届听一个讲道，这个讲道的题目叫做“密室当中的天父”。伊伫迄个所在所讲的是讲，你咧祈祷的时阵，毋通伫众人的面前祈祷甲足大声。
了后呢，互别人听见，互人感觉讲好，你拢足够祈祷。即毋是即款祈祷毋好，即个讲题内底咧讲的一样代志是讲，有一寡人，有一寡牧师，安怎？伫众人的面前拢足够祈祷，吼，我祈祷甲逐项拢总是安尼，吼，啊，袂输咧写文章咧。但是啊，无伫礼拜堂拢无祈祷，这足恐怖咧！敢若伫礼拜堂内底祈祷，离开礼拜堂拢无咧祈祷，哦，这足恐怖！这神棍所以求上帝赦免。所以伊伫这当中讲一样代，迄个牧师讲一个代志，伊这个题目叫密室中的天赋。伊讲上你祈祷的时阵，就爱伫恁兜祈祷，安怎？甚至甲门关起来，毋是伫外口咧表演啦。伊的意思毋是讲你甲门关起来，伊介重要的迄个代志是。迄个门关起来，意思是啥？就是无搁再表演的。迄句话意思其实是啥货呢？是人的戏院有无？还是迄剧团有无吼？啊，你要去看电影，爱甲你讲无，阮今日做到遮关起来。所以迄个关门的意思就是讲啥？无搁再表演啊啦。所以祈祷毋是关门，重点毋是关门，重点是啥？毋好搁表演啊！爱安怎？真真实实活出来。所以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恁祈祷的时阵，毋好搁再表演。乃是安怎？诚心跪伫你上帝面前，你伫暗中祈祷，就是拢总无人看到，无人看到你的时阵，安怎？你犹原祈祷，你甲上帝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。了后伊讲，你的爸伫暗中观看，伊会伫啥？明明来报答你。哦，这足重要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知暗中所做的，但是上帝安怎？明明甲你表扬。哦，这真无共款。伫即句话内底，伊讲啥？受造的人的性格是对天顶所点倒的，独独只有受上帝的性格。来互上帝来圣洁、持守圣洁，安尼这个人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同在。圣经伫这个所在，创世纪6章1到30讲，是咱属乎血气，所以上帝的灵就无永远甲咱带伫咱的内面。毋是上帝无爱带伫咱内面，是我内面的阿早误会。无法度去抵上帝的能力你若捌炒过菜捌炒过菜的时阵，大概你就会了解。有的时阵咱炒菜是煎鱼是毋是爱热鼎对无？热鼎互伊鼎安尼烧烫，了后你甲倒油落去，是伫这当中你原本内底迄鼎内底有水，了后你互伊鼎热起来。热起来鼎，甲迄水全部拢走了去啊！总是你若甲伊倒一寡水，你若迄个鼎安尼烧烫烫，你甲伊倒一寡水，迄水敢会掉伫内底？伊袂，伊怎连咩安怎？拢变做水蒸气，清了走了去。迄时你讲牧师我有倒介济水落有？迄啥？你倒介济水落去是因为安怎？你的水比鼎佫较旺嘛，对无所以，甲迄鼎，互伊怎冷去？但是上帝是热火呢，伊倒搁较济水，放搁较济地球入去太阳内底，共款安怎？烧了。所以，毋是上帝无爱甲咱同在，人的罪亲像地角的火柴，当伊靠近上帝永远的火、圣洁的火的时阵。伊是会烧了的，除非咱受洁净，若无咱无可能会活伫上帝圣洁内底。圣洁的上帝就无搁再就近咱。敢若有一个方法会当互上帝搁再就近咱，诚心的悔改，呼求主的名。
安尼咱会当搁再一届得到上帝的怜悯，迄款看到家己的拉惨，承认家己的误会，来就近上帝，是一款的清气。我搁讲一届，承认家己的拉惨误会，确实知影家己一无所有。迄个时阵所生发出来，唯一倚靠上帝的心情，迄是一种的圣洁。圣经讲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的确无轻看。所以，毋是上帝不爱甲咱同在，是咱离开了上帝，毋是上帝离开咱。圣经直接讲，是因为咱属乎迄气，所以上帝的灵就无永远踮伫咱的内面。总是伊的日子，还阁会通活到120岁，100也是讲，还阁人的日子，还阁有120年。这段经文有真侪人讨论，伊其中的一个讨论内底是讲到安尼，所以对迄个时阵上帝咧有备大水要来毁灭。遮伊做歹的人，上帝互因存留还阁120年，所以那做大船，对上帝甲伊启示，一直到大船完成，天顶落雨开始，还阁有120年。总是有个人讲哦，因的年日还阁有120年，讲是因还阁干那剩会当活120岁。我是较赞成头前迄个所解说，是安怎会安尼讲呢？因为伫大水了后吼，其实还阁有一寡人还阁真长岁寿。咱家看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亚伯拉罕活到175岁，以实玛利活到137岁，以撒活到180岁，雅各活到147岁，了阿伦活到123岁。摩西活到120岁，所以实际上还阁是有一寡人，因是活超过120岁。那安尼看起来的时阵，上帝其实总是呢，对着亚伯拉罕以后，你会看见一个真无共款的年岁，就是对着咱现此时咱开始有这个户口名簿的记录，到当的时阵哦，你阁有讲迄这啥物啊？金婆婆、银婆婆迄日本迄讲有活到120岁，但是迄个还阁欧洲甲非洲，我原来去查过，因讲因活到123啊、27，那么总是伫这当中因后壁拢有一个注明。伊出世的年日是根据人讲的，你听有无？比如讲我活到120岁，还是讲我活到123岁，但是我活到123岁，但是我出生的年月日是无记录的，是听人讲的，所以敢有法度确实真正是讲伊120岁，毋知。所以总是我相信这样代志，兼才对着。亚伯拉罕对着摩西以后的日子，人可能就无活到120岁。所以这两项代志呢，我基本上拢相信。但是呢，头前迄部分可能还阁较正确，就是上帝对吩咐这个拿阿做大船。你若斟酌去甲伊算算伊遐年岁的时阵确实是有影。做了120年了后，迄个时阵大水就来啊！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呢，咱会通看见上帝的灵无定定踮伫咱内面，总是上帝还阁怜悯咱。安尼，咱甲上帝迄个美好的关系，咱爱斟酌要怎样甲上帝有真正亲密的关系，互上帝的灵会当定定带伫咱内底呢？其中第一，稳默的安静。关上门，甲外口的声音，甲人为的夸耀，拢隔绝伫外口，无去再表演啊！毋是听人讲咱足够讲道，
毋是听人讲咱足够做善事，毋是听人讲咱足够祈祷，毋是。甲这个表演拢总甲伊赶出去门外。当无人看到咱的时阵，咱是谁？迄才是真正的咱。搁再来呢，真实的三交杯，独独面对上帝。咱今仔日来做礼拜，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来敬拜上帝；第二个重点是甲兄弟姊妹三角交杯。圣经内底讲，这是圣灵内底真理的疼痛。彼此相疼，毋是伫喙齿的顶面，也是伫行为、伫服侍、伫疼惜的当中。搁再来，咱伫暗中来察，上帝伫暗中察看，伊看到咱伫温饱当中，伊亲自回应报答你所恳求的。伊赦免，伊怜悯，伊医治，伊更新，伊应允，伊牵咱的手行人生的路，伊互咱对伊得到迄个真实的平安甲欢喜。搁再来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。是伫咱遐软弱的时阵，基督就伫所定定的日期为咱来死，并且是伊搁再提醒讲，是咱的罪恶，互咱的活命、咱的寿命、咱的祝福拢减少去。但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罗马人书5章60到11节讲，咱遐软弱、咱犯罪的时阵，基督为咱来死。伊讲，你着斟酌。为着义人来死是少有的，为仁义的人来死，检采要加做的。但是咱嘛啥？咱毋是义人，咱嘛毋是好人。第8节讲，独独基督伫咱一做罪人的时阵，为咱来死，上帝听伫遮向咱显明。请注意，是伫我、伫你，咱一做罪人的时阵，基督为咱来死。咱做毋对，咱对着父母的无孝顺，咱讲白贼，咱对着上帝的无疼痛甲敬畏，咱巧陷别人，咱贪恋别人的物，这个代志合起来，拢总是咧得罪上帝。总是上帝讲，总是罗马人书的作者。保罗对咱提醒：虽然咱这么未堪得，但是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间，为咱来死。什么叫做正着所定着的日期呢？2026年8月初9，这个日子是特别定出来的。是咧经啥？你敢会记哩？100周年哦，爱记哩啊，乡亲啊，念迄就够啊。100周年圣教会100周年，8月初9。所以呢，迄一天的时阵哦，咱是同齐做伙出去做礼拜哦，咱会搁甲各位报告。所以，迄是一个啥特别定定的日期。我要甲各位报告的是，救恩毋是哦，你常常想着讲哇，无啥物代志。无咱来搬一个耶稣受难记咧，你也讲主耶稣圣经耶稣，你落去地面上王定一个呢？毋是救恩是对着爱电园的时阵就开始备办啊。上帝伫迄个时阵就讲：蛇你的伤，女人护的骹后钉。女人的护的会伤你的头壳。伫爱电园就已经开始讲这个救恩，了一直讲，包括耶稣基督出世的地点，包括伊出世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已经拢总讲了。所以救恩。毋是常常想到的，救恩乃是出自上帝内心迄款的疼惜。伫这个历史的进展过程，人
透过教育，人透过修行，要伫迄个所在，互世界变好。到伫落尾，你会看到世世代代的君王内底，若甲上帝无牵涉到关系，拢总是啥？拢总是烧杀掳掠。你甲伊纵观世界历史，咱就是看中国，咱有个人讲咱这5000年来中国的历史，了有一个叫做贞观之治，唐太宗李世民，迄个时阵国家太平40年啊，歌舞升平啊，大家人拢带了真欢喜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斟酌去家研究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啊，唐太宗李世民会做皇帝，是甲伊的兄弟全部拢杀死了的，伊才做皇帝。所以你会看到一项代志是啥？伫迄款情景，无人敢甲伊反对。伫迄款情景内底，因为伊的土地细，又搁伫中原，迄几年搁安怎？无天灾地变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才有一个叫做贞观之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斟酌来看历史内底，无论倒一个君王，无论伊的太平盛世有偌久，除非伊含公义、公平、真理合做伙，若无绝对是拢是啥？烧台、烧杀掳掠。台湾、中国、世界任何倒一个国家，拢总是安尼。但是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做王的时阵，伊毋是用烧的，毋是用杀的，毋是甲你并过，伊是用家己的性命来甲你换。救恩毋是修行，毋是功德，乃是用死来代替。原本我犯罪。是爱我来受苦刑的，但是耶稣基督替我来受苦刑。这两张图你看起来的时阵可能感觉无真好势。我甲你讲，这是啥物货啊？这是伫新加坡的所在啊，所受的或者啥鞭刑，你知无？鞭刑就是我做毋对代志，比如抢劫比如对人查某囡仔轻薄，了后时阵伫公共场所，这毋是骹头舞这两个所在毋是骹头舞这是尻川皮，毋是骹头舞。了后时阵安怎？伊伫迄个所在用钉条，甲你烧，这是烧几个呢？这烧10个尔，这用钉条烧10个，安尼，规个血泅泅。偌久会好呢？大概爱1个月到3个月，看你的皮肉粗啊幼。但是尻川皮通常拢足幼，所以呢爱3个月左右才会好。了后这是另外一个所在是伊斯兰教这是伫啥中东迄个所在，这个人去侮辱人查某囡仔。结果呢，上鞭刑39下，规个这拍甲规个拢总安怎样啊？臭味打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伊毋是干那受鞭刑尔，伊个关起来，伊因为侮辱人查某囡仔所以这个物件是真大的问题。总是你斟酌注意这原本是我这个人应该受的。但是基督替咱来死，总是你斟酌，当伊安尼为你来舍命的时阵，圣经讲啥？上帝渴望咱诚侪圣洁，总是伊有缘，互咱自行决定。咱领受基督的救恩，但是有个人讲啥？我就懒我就烂你着随在我，我要安怎你着随在我。但是上帝期待是啥？咱会当诚侪圣洁，互主所录用。
总是上帝无甲咱强迫，上帝讲你家己决定，这或者疼，这叫做救赎，这叫做恩典。上帝救咱，但是上帝无勉强咱。总是咱若继续行毋对的路，终其路尾，咱就用咱的行为，甲咱的喙踢掉咧。毋是上帝无救我，是我家己行灭亡的所在。基督救赎咱，今仔日的讲题或者救赎甲受救赎者，咱需要救赎，救赎的主也已经救赎了咱。咱会当家己做选择。其实你有感觉无？你有觉察这样代志？咱今仔日所面对的题目，其实就是亚当甲夏娃伫爱甸园所面对的题目，完全同款。咱是要听上帝的话，也是要去继续家己拍算。咱若去继续家己拍算，咱就是咧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安尼后盖咱就食袂到活命树的果子。但是咱若是愿意选择遵照主的旨意来行，后盖咱一定会食到活命树的果子。咱的问题，咱的祖先就已经拄着过啊！历史内底，上帝用遐尼久长的时间，才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要互咱看会到，离开上帝的救恩，离开上帝的律例典章，人是无出路的。所以，咱就回头倒转来。咱若是肯，圣经保罗对伊的学生，对伊的真囝儿提摩太讲：你着弃绝迄个世俗的言语，甲老妇人人遐荒谬的言语。什么是荒谬的言语呢？黑白讲啊！但是咱今仔日可能真罕得听到老妇荒谬的言语，不过会真容易听到啥呢 ？AI 荒谬的言语，你知无？那真细哩，即马真侪人，即马甚至有真侪啊！我一天看到一个代志，看到一个统计表，基督徒的这称家己做基督徒的这青少年人，因拄着代志无祈祷上帝，直接去问 AI 的吼。我讲，即款的已经达到47%咯。安尼的意思是安怎？有一寡人伊信上帝，但是伊安怎无咧和上帝交陪啦，就直接问 AI 啊。毋知即马迄个数量有搁较低起哩无？我相信迄个。我家己咧想啦，我一直咧想，迄个数量哦是安怎会加袂减啦？因为人即马愈来愈袂等嘛，所以就赶紧来问 AI 较紧，问上帝爱等足久诶。我嘛毋是讲问 AI 毋好，但是请斟酌注意一样代志。AI 已经学晓讲白贼啊！爱甸园内底有一只蛇会讲白贼，会歪巧上帝的话。咱的时代嘛有一只蛇或者 AI 会歪巧上帝的话。请注意，爱甸园迄只蛇毋是讲上帝黑白讲，伊是讲上帝敢真正讲。你知影魔鬼总是藏在什么细节里？
伊是甲上帝画安那画一个安尼尔，差一点点啊。但是安怎？你看有无？你看哦，古早的时阵哦，咧出咧6箍度的，迄讲哦，酷鱼内底的有无？迄喙爱内底的。人我嘛有一只酷鱼，人我要食酷鱼的，但是我的酷鱼啥？外口的啊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啊尔。我来讲，迄就是假的啊，就差一点点啊尔。所以圣经讲，咱爱伫敬虔的顶面操练家己，伫敬虔内底操练。伊讲，即马咱有真侪人拢做养生的，拢会去走去啊，啥物吼，倒去运动中心吼，啊去迄个所在锻炼啊吼，啊真照顾身体，这是真好的。但是伊讲哦，照顾身体虽然有遐尼侪好处啦吼，毋过抑阁是算少的。独独安怎操练敬虔，你伫每一项代志拢有好处，因为安怎有今生甲来世永远的祝福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这个所在所要回答的，伊讲上耶稣基督敢是咱真正的主啊？伊是万人的救主，更较是信徒的救主。保罗毋是要强调这一点，保罗要强调的一项代志是啥物货？是安怎咱愿意对主来行？是安怎咱愿意劳苦来服侍人？迄个真正的重点，是因为咱的愿望是出自永活的上帝，是只有上帝是真正施行救恩的主上帝。伫这两个前提内底，咱所以服侍伊，所以咱愿意为着福音来受苦。所以总是真侪时阵，咱也无一定有服侍，咱也无一定为福音来受苦。谈拄则。咱伫咧唱诗歌的时阵，牧师有甲各位报告一项代志。咱爱为着咱厝内底的人，咱的亲情、朋友、同事，为因来祈祷。咱的确为因来祈祷。如果咱若真正疼惜伊，咱就为因来祈祷，互伊真正会当得到救。进前的时阵吼，咱的姊妹吼，伫个所在讲吼，因大家吼已经信主啊。了的时阵吼，伊就讲吼，爱搁甲因大官吼传录音啊。了的时阵吼，大官吼伫个所在了，咱的姊妹吼听着讲，好啦，迄落豆豆来，毋好伤凶啦吼，惊会颠倒头边的兵车也是安怎样啊？了，咱的姊妹就讲一句话，讲毋好搁伤等啊啦吼，你剩无偌久的时间吼，耶稣要来啊吼，日子剩无介济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即句话真重要。上面是咱的日子无搁偌济啊，像我即落活到62岁啊吼。以前咧讲吼我毋惊老吼，即马毋敢讲毋惊老，你知影无？即马尿啊弯拗一个时阵，有时啊这腰拢会习惯性安那闪掉，习惯性去闪掉。迄一工的时阵寒者较重，拗安尼寒吼，疼3工。所以你会知影，我要甲各位报告一项代志是啥？咱今仔日爱把握时间。咱因为咱要上帝高效的日子，真紧就会到。咱已经对罪来脱离，咱已经成做圣洁上帝后生查某囝，咱有圣洁的权柄甲使命。所以提摩太前书4章第10节讲，伊是万人的救主，更加是信徒的救主。伊咧讲的重点是啥物货？伊毋是咧宣告救主这项代志，伊咧讲的重点是因为伊是施行救恩的上帝，伊是咱永望永远活的上帝，所以咱服侍伊，咱听谈伊的话，甚至咱为着伊的话坚持会受到误会甲困毒迫害，这拢总安怎抑阁会堪定？用安尼来。抑阁是会当，
所以伊劝勉提摩太啊，你着爱继续忠心，活出敬虔。虽然时势遮尔险恶，总是毋通亲像拉阿的时代，上帝的囝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着凊彩，着随着家己的意思生活。咱今日真做上帝的儿女，咱爱坚持的是伫上帝的话语内底，遵守伊的话。即款救赎主和咱受救赎的百姓的关系，即款仰望上帝，即款实实在在服侍伊、听受伊，为福音来付出代价，为人来祈祷。即款的付出是安怎？是值得去做的，绝对是有谈无了的投资，绝对是一直起来的投资，是上帝所应允的。国语诗歌内底有一句有一本册这个宋祖圣歌啦，上主诗歌。这本上主诗歌内底其中有一首诗歌讲。我原本是地狱的火柴，却是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严格来讲，毋是基督的死，乃是伊的国活。基督若无对死国活，安尼咱坐伫遮就无路用。但是基督对死国活这样代志，上介重要。伊有国活了后，伊表示出来这样代志。伊救赎的工作是安怎？一概完成，并且安怎？永远完成成就。所以，咱的罪伫今仔日所有进前的罪，咱得到赦免了。咱会通继续伫主的恩典内底向前来行。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，通过国活，咱达成迄个救赎。最后，咱的信仰的前辈内底。伊对着咱的劝勉，咱既然是受救赎的百姓，咱就有这款的恩典甲权柄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痛。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家加尼门其中的一，咱来读伊的话来请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心献予你，迅速而成地。C.S. 路易斯，英国的一个作家。真重要的一个这个圣经作者，咱来读伊的话，请主基督毋干那仰望咱付出一寡时间金钱，伊要爱的是咱全个人。过来，这个英国这个报道家苏布金兄弟伊所讲的来，如果基督为我死，并救赎了我，那么我为伊活的每一天。拢是微不足道的报答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但愿咱会决定，基督为咱所做，咱也愿意付出活命，回应报答救赎的恩典。三甲码头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即时仰望你的听。圣灵啊，恳求搁再一届来点导阮听你的热情，帮助阮，互阮确实明白，也互阮伫圣灵的感动启示甲引带内面，互阮真做一个会当甲人分享上帝对阮救赎的故事，互阮更较深来体验上帝的疼痛甲救恩，互阮勇敢拍开嘴，互阮勇敢来听受服务，互阮真做基督救赎的见证人。愿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这无？是无？咱即时三甲做伙，
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不但是奉献金钱，更较是奉献咱家己一生欢喜，甲人分享基督的救恩。三甲起立，同齐来奉献。困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引带我。困求救主掌管我生命，使我平安，予我完全。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，你的疼惜叫我同在。感谢你用这款听糖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。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。我心无路无线，我踮主的内面拢无惊，因为主应甲我同行。我心靠信主是永远活，予人望，予人仰踪。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，搁要传扬你恩典听堂，予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。我心无路无线。全能的主上帝，的确纪念你所有一切的奉献，伫灾免的奉献，伫生活的用心，对着人的服侍，对着人真心的疼惜。上帝纪念你这一切美好的奉献，并且要照着你手中的纯正，祝福报答你，因为献得甘心的。是上帝所悦纳的。既然你所做对心底来为主做的，毋是为人做的，就是你为人所做的，也亲像是为主做的，才以上帝拢要加倍来赐恩报答伫你甲你的家。愿上帝亲自借着伊的恩典应允甲疼痛，丰丰富富赐福互你，互你伫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家己，伫圣灵内面祈祷，保守家己，定定伫基督的疼痛内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谢谢，咱今日第二堂礼拜就到这，上帝赐福，大家平安。